这是一位重庆粉丝给我寄过来的第5块材料，让我给他加工茶盘，感谢大哥的信任。客户要求茶盘上不带雕刻，茶盘的造型就根据材料的形状来设计，尽量保留自然。尺寸的话也尽量做大。接下来一起看看效果怎么样，喜欢或者需要来料加工的也可以找我。